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寻访，我是冯雷。2010，一个世人关注的年份，中国一个世人关注的国度。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正在热情地邀请每一个人来体验精彩世博。这里不仅是创新科技成果的大比拼，更是世界文化的大碰撞。当然，中华艺术更是在自己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苏州评弹，这个有着200多年的中华艺术，也在这里华彩绽放。这是一场华丽的建筑时装秀，这是一个创新的科技展示台，更是一次激烈的文化着火点。本期梨园寻访给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品味，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伴随着轻弹慢唱的江南好风光，33位来自苏州评弹学校的年轻姑娘袅袅婷婷地现身上海世博会的开幕现场，在世博会文化中心的舞台上，深情地演绎了苏州评弹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们的精彩表演向世人展现着迷人的古俗风情，轻盈的舞姿，变化的队形，甜美的歌声，在现场的观众已经抵挡不住这一缕来自江南的春风。然而，这苏州评弹到底是怎样的一门艺术？最初的表演又是什么样的形式？到底是怎样的江南女子才能够将这吴侬软语化解在心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我们再次来到江南，来到苏州，在小桥流水的美景中，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苏州民俗清佳，从饮食、交通、服饰、建筑以及集会礼仪等，都显示出其历史悠久、特征显著的文化积累。苏州是评弹的故乡，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门类，评弹注重民间习俗的描写，使之成为典型时代、典型环境以及人物刻画情节发展的构成部分。这些乃是听众听书饶有兴味之处。苏州这个地方是人灵地杰，老古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既有大家闺秀的那种气质，又有小家碧玉那种灵气，风土人情都比较好，土地肥沃，这个比较富庶繁荣。对很多苏州的老人来说，听评弹就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很多书场里，评弹的情节每天连下去，每说到紧要关头，演员都会说这样一句话：真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以前许多老艺人一部长篇可以从大年初一说到大年30，整整1年连续不断。即使稍短一些的长篇，也要说上3-5个月。
听众们也因为每天老地方、老面孔，久而久之都成了朋友。一日不见就会相互牵挂，谁要是生了病，其他人就会上门探望。可以说，评弹书场成为了许多评弹老观众社交的重要场所。苏州的评弹书场主要面向普通老百姓开放，消费不贵，一般书场的票价都在2元到5元之间。上演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经典段子。很多老听众一日不听评弹，就会觉得今天有件事情没做，心里头特别难受。评弹有东方妙韵的美称，这妙就妙在它是集说学弹唱演于一身，千军万马于一口，喜怒哀乐于一人。可能有的观众就要问了，这评弹不就是用苏州话来说书的一种形式吗？为什么叫评弹而不叫评评或是弹弹呢？我先卖个关子，咱们先听2段再说。8月中秋忽然开课，我非搭进油门上菜山地，后家在上，保证岳飞参见后家。老牛山一口，三猴子也表人才。我非生得那样子，李平地身高7尺，上一只人本8厘，头浪向打200头子扶上筋，身浪向200头子这个对当菜口，不敌军统快速。忙上去个人威风凛凛，气概昂扬。军佛心去高。苏州的那个评弹呢，它其实包括两个门类，一个评一个弹。评话就是只说不唱的，说成说大书。一个叫苏州弹词，弹词呢是有说有唱，演长篇弹词为主的，就大家经常看到的电视里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长衫，一个旗袍，一个弹三弦，一个弹琵琶。那么2个门类，评话、弹词放在一起呢，就叫评弹。配了你这女妻君，好比那得水的鱼儿与精神。评弹作为一种说唱艺术，来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笑话和民歌。到了唐代以后，成立一种独立的说唱形式，并出现了靠说书弹唱为生的职业艺人。文人柳敬亭和马如飞被认为是评弹的始祖。到了宋代以后，评话与弹词盛行于朝野，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苏州涌现出了诸多评弹名家，积累了众多曲目。评弹在艺术上飞快发展，成为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主要艺术曲种。洒雨呀，提大。苏州评弹，中国最美的声音，中国最美的声音。听上，哎，听上，蛮累死。哎，好，但是哎，你说是啊，是啊，哎，对，好，完了，刚才那句也全忘了。哎，就那个，听啊，记住。啊。
娘子，你我永远不分。是啊，是啊，是啊。哎，对，是啊，就可以。好聪明的，对。今朝是8月中春，所以许仙搭把娘娘那三堂家是饮酒赏月。啊，娘子，故人，娘子，你我的居天上永远不分。是啊，娘子，对你的是花然，对月月让里啊，娘子，我们的居天上啊，永不分啊，娘子，亲啊，亲啊。一般听众当然是从娱乐角度出发，欣赏的是评弹说、谑、弹唱的艺术手段。艺术家们追求的是理戏、趣、奇、味的艺术特色，文学家们则珍视其文学性、戏剧性、音乐性的成就。小桥流水人家，苏州城里有采撷不尽的诗情画意，三弦、琵琶和折扇，这苏州弹词里蕴含着道不尽的人情世故。曲水姑苏，不说那精致的工艺，不说那缠绵的舞语，不说那水做的女人，只要听一下这悠扬的评弹，就足以让你醉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特别是这近100年以来，这个有很多经典的传统的书目，大概弹词评话加起来有100多部，经过多少代的艺人的不断的精加工修改，成为传统经典。你要有一种创造的美、艺术的美，还有一个人品的美。最美的姑娘，最漂亮的旗袍，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语言，给人家看一眼、听一曲就忘不了的这么一种艺术。不一定让她专业唱评弹，但是作为一个苏州的女孩，就不懂评弹是很悲哀的。上雨呀，天大，下呀雨手这西后手举么一山大，哎呀两尺海的发，哎呀哎呀哎呀两尺海风光。苏州评弹是苏州人的骄傲，苏州评弹，中国最美的声音，中国最美的声音。这4个大字可以说是清朝时期的原物。这个光裕公所呢，建在公元1776年，乾隆41年。说得非常精彩。一块心木，石壁天下沧桑事。7根琴弦唱尽人间悲喜情。这是一场华丽的建筑时装秀，这是一个创新的科技展示台，更是一次激烈的文化着火点。本期梨园寻访给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品味，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一块心木，石壁天下沧桑事。7
七根琴弦唱尽人间悲喜情。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光裕社的旧址。我身后这个门牌楼上“光前裕后”这4个大字，可以说是清朝时期的原物。也就是经过我们这个评弹团的所有的演员们的努力，才留到现在的。别小看这4个字，它可是曾经我们评弹艺人演出的依靠和生活的保障。旧时评弹被视作江湖卖艺，不登大雅之堂。可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当时苏州评话弹词已颇有声名。传说当时乾隆皇帝也颇感兴趣，从而就有了7品书王王周氏御前弹唱的故事。苏州评弹经过这次御前供奉，身价100倍，从学者蜂拥而至。尤老师，我看到我们光裕社的大门口写着“光前裕后”4个大字，这4个大字应该有来头吧？对，这里就是苏州评弹的发源地、发祥地，它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行会组织。哦，这个行会组织呢，历史最久，参加演员最多，在我们评弹史上呢留下了佳话，叫“千里书生出光裕”。哦，就都是从这儿走出来的。对。那您刚才说历史最悠久，那大概有多少年历史？这个光裕公所呢，建在公元1776年，乾隆41年。235年的历史了，哇，那非常有年头了。那听说这块白匾还很有来头的，也是。对，现在你看到的“光前裕后”这4个字，是清代末期的大书法家吴福藩撰写的。其实呢，这个字最早呢，据说是乾隆书写的。乾隆皇帝第4次下江南，听评弹他特别喜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演员，他叫王周氏。他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说书给皇上听。就是苏州的沧浪亭，乾隆皇帝下他的行辕，御前说书，说得非常精彩。皇上呢听得非常满意，龙颜大喜。对，就把这个老先生呢带到北京。下朝以后就叫他说书。乾隆皇帝就给他写了块匾，叫“光前裕后”。后来就赐给这个老先生7品官带。哦，7品官。对。那么在我们评弹史上呢，就留下了佳话。一块心木，石壁天下沧桑事。7根琴弦唱尽人间悲喜情。是
苏州古典园林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这些都可以表现在园林厅堂的匾额雕刻上。看着往师园内的三国人物雕刻，很容易便让人联想到评弹里的三国人物故事。归公奉命得金能兵，小道士挑袖本名，孔明是在他令能人，作风已经去，使到君拉你死亡上莫看称。一块信物，识别天下沧桑事。七根琴弦唱尽人间悲喜情。苏州古典园林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之所以赋予诗情画意，赋予典雅美丽的神智风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文学语言的点缀行为，以及重要艺术门类的渗透和生发。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与众多文化历史名人的密切联系了。在苏州沧浪亭的500些名人词里，一代才子唐寅、唐伯虎的名字赫然醒目。在苏州小巷内的唐寅故居桃花屋，以及保存完好的唐寅之墓，也不禁让人想到了妇孺皆知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大伯虎他秋香了啦，花有种香味，估计两人水彩水了嘛，花嘎而来。啊，姐姐，是哥，今日与你花有种香味，真是天机之欲有，可不能够请姐姐轻易离bỏ。喏，我们的那是这落梅林中，代代中脚口哈。是哥哥听，姐姐亲啊。发源于苏州的评弹200多年来，从简朴的说唱发展成为今天的表演艺术，并将其表现力、艺术性发挥到了极致，契机很多。因为它有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基础，因为苏州地区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评弹艺术秉其灵气，扬其文采，历经多年，造诣自然深厚。有评论家把昆曲称为大雅，京剧称为中雅，评弹则称为小雅。苏州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也作为东方美的象征，向世人展示着优雅的魅力。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在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开幕当天的演唱会上，也高难度地挑战了苏州评弹这门传统艺术。世博的精彩还在继续，评弹这一缕姑苏的妙韵也将永远地萦绕在四面八方宾客的心田。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丽园寻访，我是冯磊。